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9月12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神决议好主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7章5到14节。RPG 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下17章14节。押沙龙和所有以色列人都说，户筛的建议比亚希多弗的好。上主决意不让亚希多弗的好主意被采纳，为要降祸在押沙龙身上。司布真这位讲道王子，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工作，主同时也工作，有如法国跟意大利两国共同开凿一个隧道，两国工作人员分头在地下暗中工作。到了有一天双方相会，一贯的计划就完成了。哇，这个今天的经文从前文到今天真的是很贴切。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经验？我们像今天押沙龙说的他其实昨天的时候会觉得亚希多弗的好主意昨天记得吗？但是呢，今天经文一开始又说那去招那个亚基人这个户筛来，让我们来听他的意见。户筛来了，这个押沙龙就问他说，亚希多弗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是这样这样，我们该照他的提议做吗？要是你不同意，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看起来是很正常，我们要多方的问人的意见。但当多方两个的意见是相反的那这个选择就会有选择的困难哦。我们看到，记得吗？户筛其实也是跟着大卫，但他没有选择跟着，而大卫跟他说，你去当卧底你去当押沙龙那边的间谍。这个时候户筛他知道了，这个时候是时机。我们看他怎么说，他很清楚说亚希多弗这次的主意不好，何以他会这么了断的讲呢？其实我们想一想人的心，押沙龙何以没有相信亚希多弗，而还要再问户筛呢？因为亚希多弗也是背叛大卫，而转而投靠押沙龙。你想，押沙龙他会完全信任亚希多弗吗？这就是人的心。所以当他多问一个的时候，神的灵就在这里面动工哦。这个户筛非常了解押沙龙他说，你知道你父亲大卫和他的部属都是能征战善战的人，他们凶猛有如被抢走的小熊的母熊。你父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晚间不跟部队一起住宿，恐怕现在他正躲在山洞里或什么别的地方。他一动手攻打你的队伍，听见的人一定以为你的手下败退了。那时就是勇猛如狮子的人也会吓得半死啦，因为全以色列谁都知道你父亲大英雄，他的部属也是善战的勇士其实前面讲的其实是在攻心押沙龙心里也会有一点他其实知道他爸爸有多厉害。今天一个小孩从小看着爸爸有那种敬畏，有那种崇拜父亲，所以他从他的心里开始供。他讲的这些会害怕，会躲起来，吓得半死，正是说中了押沙龙的心接着他
斩钉截铁的说，因此我建议你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在一起，从最北边的但到最南边的别是巴，多得像海滩的沙一样，由你亲自率领上阵。不管大卫在哪里，我们都会找到他，然后出其不意的攻击他，这样就像露水滴在地上一般，他和他的部属一个也逃不掉啊！如果他退入城里，我们这边的人就带绳子去把那城拉下山谷，连一个小石头都不让他留在山顶啊！押沙龙和所有以色列人都说：“户塞的建议比亚西多弗的好哦。”他们怎么会改变心意？其实重点在上主决意不让亚西多弗的好主意被采纳，要为降祸在押沙龙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上帝说了才准啊，上帝说了才算，上帝决意要做的才会是好主意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就像司布真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跟主同工的话，我们要两方都进展。就像法国跟意大利两方我们都努力，就像上帝跟人都努力。你不要怕，我努力的会不会枉然，会不会不中，我只要努力就好。圣灵会带领，使神的工跟人的工，即便在地下暗中，有一天会打通，计划就要完成了。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意见？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像押沙龙面对要选择，一个是亚西多弗，他足智多谋；一个户塞，他也是很了解大卫。我究竟要听谁的呢？这个时候就是祷告，恳求主赦免我们自己想要成就的。神知道我们的动机，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动机先对，那么时机在神手中，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神决意的好主意。我曾经执意要抗议神的主意吗？执意要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落入那个迷途中吗？以今日上帝与改变世上来看，今天的经文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今天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我们信靠你就是主。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的决定我们需要做，而常常资讯我们看到就像在山洞里，我们看不见前面，但我们知道我们用你的话跟主你的灵，我们愿意让你来带，透过祷告，透过我们对你的话的认识，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有方向感。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为何，你所决意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是合你的旨意，你决意的，那对我们一生会是好主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见。我们要先来领受神哦，恳求主带领我们来经历上帝，以致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让这世界走在神的正道上啊。我们明天见。